咱看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今仔针对逐班有牛奶、糖奶甲一寡旧校舍改建的议题来做报告。针对本地教育开学，特别提供学生牛奶也毋过到搭，有一寡国小佫无法度提供。教育部长陈英也是强调讲，会要求地方政府赶紧来解决招标佫采购的问题。不管是鲜奶包酒乳，我们现在变成班班在等待。 南汇办美玲即阵时阵，替班班咧等待手帮，批评教育部推动班班有限定的政策，新采进路无配套，引起未少负面的效应。我们要配合农业部的政策，但是教育部在第一线执行的时候，真的带给我们行政人员跟教师很大的困扰。部长，你认为有没有造成困扰？有造成一些困扰。是嘛？所以你就有同理心嘛。我们在乳糖不耐症在台湾的数据有多少？依据我查了相关的研究，在亚洲地区大概有60%哦。对钙的一个补充以及蛋白质的一个补充，是关系到儿童的是否能够健康的一个发展希望在未来在政策的推动能够提供更好的品质。南汇注意到学生囡仔会有零糖不耐症的情形，要求教育部开始整合。立委是积极因为冷链运送者问题，各大7成学校选择补救令，也原本已经有发现冷的管区，所以停发，反倒等下做到政策摆脱。是不是有一些县市开始蠢蠢欲动，想要取消原有的鲜乳？那会不会挤压了我们这个原本政策的福利？即便现在1周供应2次，其实还是远远低于所需要的。哪些各县市其实在以往没有这个政策之前，其实也有提供。那请千万不要因为有这个政策而把原来的取消掉。另外，南汇关心老旧校舍改起的问题。因为政府明年度总预算只编列37.5亿，要求编列充足预算，确保学生囡仔学习环境的安全。也有针对文化等4间大学底部欠价的代志，教育部表示，针对校长的处罚，按算1礼拜送到会，相关罚150万。那校长不服，应提起救济。记者综合报道。